位馬迷朋友，歡迎收睇舉手不回。今次沙田11場日賽當中包括2400米嘅級制賽，賽事密集，伏兵處處。白切雞已經細閱全場資料，等我即刻同大家分析每場心水，助你穩中求勝，放膽一擊。第一場新馬賽草地1000米，首推1號運身解數，由潘頓策騎，預計早段有速度優勢，加上形勢配合，可望一出即贏。4號不勞而獲由周俊樂策騎，已有兩段快腳表現，具潛力。6號快活精神早段活躍，田泰安出擊不可忽視。3號馬達操足3課，有力守尾門位置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1002米，首選2號夢幻進區由布文策騎，三將連長兩段，腳法好有形勢合拍。6號宏財由潘頓策騎，同樣兩段快段支持，放頭佔優。3號小刺蛋兩將高評分，穩中求勝。11號凌利區亦連長兩段，屬冷腳拖馬之選。第3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14號聖多多由巴道策騎，三將皆為兩段紅字馬，末段極有威脅。11號嘉應勇士由潘明輝策騎，同樣兩段有數據支持。5號林寶精神及6號金運來近績穩定，有力保位。第4場第2班草地1600米，4號遙遙領先三將全紅，兩段極快，霍宏星配合有望放頭到底。5號康樂高球兩段連中3元，表現成熟。7號港林福將與8號和平波同樣有兩段支持，後上威脅不容忽視。第5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9號極速贏三將皆兩段快段，形勢極佳。2號跨境寶馬由潘頓策騎，評分高穩，末段具爆發力。6號嘉應騎兵連長末段好腳，可趁勢而入。5號暴風之子步速適中，列配腳。第6場第4班草地1600米，8號開心宇宙由潘明輝策騎，三場評分高穩，兩段有力爆尾。3號準輝煌兩段紅字強勢，配巴道信心足。9號火焰閃爍與6號始終如一連場穩定，有力衝入三甲。第7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6號紫荊拼搏由潘頓策騎，三將兩段末段皆紅，形勢一流。3號紅衣醒目由田泰安策騎，亦見兩段快段。1號進傲星與13號約一亦見兩段快段，有力競爭。第8場級制賽草地2400米，4號有目共賞由潘頓策騎，三將兩段極強，長力十足，首選。3號有龍串鳳三場數據高企，有續暴力。9號金主與6號愛心神區皆三將兩段，長途合腳，具爆冷機會。第9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4號勁沙塵三場兩段全中，布文策騎極具威脅。5號一定超連長有段，霍宏星坐鎮，配合佳。1號太太精神與11號奔妙星亦有兩段紅字，列為必拖。第10場第3班草地2000米，7號天張龍區三將皆為兩段，加上內檔起步極佳，可望主動放頭。3號安海由艾道拿策騎，連長兩段腳法搶鏡。6號包裝名區及9號金主評分紅字連連，同樣值得重視。第11場第3班草地1004米，7號何好運由班德禮策騎，三將全紅，兩段火氣十足，形勢極佳。2號彭才由潘頓策騎，兩段表現穩定。1號神馳與9號元朗精英同樣兩段突出，可拖腳入位。